好，大家好，大家午安。今仔日是2023台语文学系列讲座。今仔日的活动是咱台文博览会甲高雄文学馆联合举办的台语文学系列讲座。第一季咱已经邀请到台中教育大学丁宏鼎教授来甲咱绍介歌册文学世界。第二季就是即马5月份、4月到6月份的，邀请到成功大学陈慕真教授、蒋维文教授来甲咱绍介台语文学运动史。刷落去第3季，咱会邀请到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讲师团队，会伫个高雄文学馆举办即个台语文学作品带读讨论会。因为这个讨论会是实体的讨论会，所摆名额无真济，若是真想要参加的友志呢，会当随时甲咱的台文博览会接市站会当接收到上新的信息。上尾季呢，咱会伫10月到12月份呢，邀请到林如凯教授来甲咱绍介台文作家带写作的活动。若是有想要参加的友志会当就是随时关心咱的报名的网链。好，刷落去咱就是要绍介的是打狗台语开讲社。咱逐个月伫个线顶拢会举办打狗台语开讲会。会有逐摆呢有3个友志会来甲咱教台语绍介。伊的兴趣，还是讲伊的生活，还是伊学习台语的过程，还是伊想要甲咱分享伊家己的看法，的代志。若是就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过来就是咱阁有即个台语文的课程，你若是要学台语，特别是即个罗马字的部分，还是讲写台语正解的写作。也是要安怎？就是甲家己的台语搁练甲愈来愈好，就当参加阮的台语文的课程。过来就是咱为着要互咱的台语文愈读愈好讲台语愈读愈流利。咱逐礼拜拢有差不多有7个读册会会当参加。即个读册会逐礼拜暗时拢是读无共款的册。若是有兴趣的友志呢，欢迎大家来参加报名，甲咱做阵读册好。过来就是咱所有的活动的信息的网链报名的方法，拢是放伫咧即个台文博览会即个面册的网站。内底有真济活动嘛有真济有关咱台语文，还是讲台语文化、台湾文化的绍介内容。那请大家来甲咱市站嘛会当来参加咱的活动。还是讲你有囡仔的，嘛是会当来参加，因为咱嘛是要放送一寡就是囡仔会当参加的遮个活动拢是教台语进行的，互咱台语囡仔拢有伴通好做伙好。刷落去咱要来绍介，就是今仔日的讲座今仔日的讲座题目是战前台文作家甲文作品选读今仔日要来甲咱绍介的讲者是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授蒋教授毋若是教授伊阁是一个台语文运动者阁是台语的作家而且是阁是语言的学家。伊规世人拢伫咧研究台湾语言所以伊嘛是一个台湾语言的研究家。而且对越南的历史还是越南的文学拢有真济了解。咱今仔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到蒋维文教授来甲咱分享。好咱主持人，阁有咱所有网络顶头遮个观众朋友友志呢，台语文的友志，
大家平安出头天。咱今仔日呢，真欢喜会当来伫遮呢，甲咱各位来探讨咱战前台文的作家甲伊的相关的一寡作品，的一寡选读，咱即届呢，主要是先针对战前的部分，为啥咱要针对战前的部分呢？因为即部分可能较侪人毋知影，因为即个作家大多数可能拢去做先因为时间嘛较久长所以呢，咱后来人可能较侪人毋捌咱即摆一般若知影一寡台语作家，可能拢是当代大家较熟悉啦对着遮战前，尤其是上早期遐个人呢，可能也无遐了解所以咱今仔日就针对战前的一寡台文的作家甲作品咱来选读当然咱嘛是其中一个用意啦咱会特别经真侪伫1920年代以前伫台湾文化协会以前，或者是伫中国五四运动以前，其实咱台湾都有袂少的遮作家嘛有真侪真好的作品咱嘛是要证明讲台湾的白话文运动呢，其实毋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是部分的人迄寡较受传统汉学读汉学的册人，反说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受中国的影响，毋过对着台湾历史上来讲，大多数的遮个台湾作家呢，其实因拢毋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影响啦这咱等下呢，佫会详细来说明所以咱今仔日呢，咱就针对战前遮个台湾的作家甲伊的作品咱就来做一个小解咱今仔要讲的遮呢的作家甲伊的作品呢，大多数其实咱拢已经伫10几年前，2011年的时阵呢，咱嘛有出专册一套5本迄当时是由国立台湾文学馆迄当时伊委托我遮呢做总主编咱有编一套5本有分做5个主题有文化论述佫有翻译文学甲诗甲歌，佫有小说剧本甲散文即5大类遮咱讲的拢就是伫1920年代以前真早期呢咱台湾就有的一寡台语的相关的作品这是选集所以咱今仔讲的大多数即内底拢会有啦所以若大家听了无够开想要佫较详细较深入佫有啥物款的作家有啥物款作品呢，嘛会使去参考即套我想这伫大多数的图书馆应该拢有网络的册店嘛拢买会到各位会当去详细来做参考佫来另外即本册嘛是找找台湾字的故事内底呢嘛有真完整，咱今仔介绍的遮人嘛大多数拢伫即本册内底拢有消解到所以各位若是有后续要佫了解较侪资讯，会当参考即2大本册大先呢，咱就要来讲台文的遮个作家咱过去呢，若讲到台湾的古典文学拢差不多用遐文言文什么郁永河啦也是讲一寡遐个清国的官僚来台湾来遮探勘然后写的册呢，煞单变做讲是台湾的古典文学这是徛伫中国的角度来讲其实你若徛伫台湾的角度来讲呢正讲要讲台湾的古典文学、经典的文学应该爱甲19世纪遮个白话字的文学来做是古典的文学，毋才对你若是早前遐个清国遐个来探勘的遐个做官人所写迄其实伊是用清国的角度，是外国人的角度咱迄极简简单讲，外国人来探勘台湾伊有讲到迄个时代的台湾是安怎迄当时因伫探勘台湾，伊的观点其实拢是用中国的角度，用清国的角度
所以迄咱袂使甲伊讲，迄是台湾文学，哦，佫是经典古典的文学，哦，迄无算是台湾文学，哦，刚才咱讲是外国的文献内底呢，甲台湾有关系的一个文献，吼。好，啊，咱今仔要讲的遮呢，拢是较徛伫台湾的角度来出版也好，写作也好，吼，一寡作家甲因的作品啦，吼。啊，大先呢，啊，咱就先来讲吼，啊，即个马街，吼，啊，可能较侪人对马街啊真熟悉，吼。啊，马街呢，其实伊的文笔嘛真好呢，吼，啊，伊呢。台语嘛讲得真好，伊嘛真有心学呢。伊来台湾无几个月，吼，伊对即个囡仔放牛的囡仔学无3个月，伊就会当上台讲经说道啊，吼，用台语来讲经说道，哦，啊，迄当时呢，伊家己嘛做笔记，伊伫学台语的时阵嘛做笔记，啊，即个汉字啊、台语英文啊读，啊，像咱即摆看的哈，这中西字典，就是伊迄当时的笔记，后来呢。伊甲伊变做字典，正式出版。伫1874年，1874年的时阵呢，啊，即来自加拿大的即个马街医生呢，啊，伊就有甲出版出来，哦，迄当时叫做中西字典，哦，啊，迄当时的中呢，其实伊的意思就是台湾啦，啊，伊的意思是台湾啦，吼，啊，所以这是佛摩桑无那腔了，哈。佛摩桑无那去是记台湾的即个语言吼，啊，即个马街吼，伊原底是为加拿大吼，啊，伫1871年的时阵呢，啊，头一摆来到咱台湾吼，啊，过当年呢，伫4月伫台北吼，伫即个淡水遐呢，啊，设立咱台湾北台湾吼上早的一个教会，就是淡水教会，所以伊一生差不多拢是伫淡水教会遐。哦，啊，咱来看咧吼，啊，即个马街呢，伊甲伊学台语笔记吼，咱拄仔讲吼，甲整理做即个中西字典，啊尾啊，有正式出版，伊伫1874年完成，啊，正式出版是甲1891年的时阵，正式出版，啊，这嘛是第一部传教士以台湾话做标准所出版的一个字典。第一个，啊，当然，伫教会内可能较侪人知影是甘字典甘为认字典，咱等下嘛会介绍迄本是流传较快，啊，伊的解说、伊的修的词较侪啦，啊，但是若上早呢是马家遮上早，但是因为伊是原底伊的用意，伊毋是要做字典啦，伊原底是要做伊家己一个笔记所以内容是较简单小可但是不管安怎呢。这嘛是算是第一个以台湾话做标准所出版的这个有关着马街呢，伊本身嘛写真济啦像讲伊嘛 Franfa Formosa 是原底是用英语写的，内底全部拢讲着咱台湾台湾的这历史文化较可惜就是讲即摆大多数呢，台湾文学界的人可能拢无甲因即用英语写的甲当作是即个台湾文学的一部分啦这是较可惜啦就是讲呢，即摆一般若讲着台湾文学呢真侪人的定义拢是讲都甲台湾有关系，就叫做台湾文学这听起来足有道理，毋过逻辑上是无通的啦其实是无通的，迄是政治的用语啦，袂使讲干那甲台湾有关系，叫做台湾文学，这是过渡期不得不会妥协的一个定义，但是这未来拢会修改啦，因为伊这个定义，这逻辑上就有问题而且其实是有相定标准啦，因为你若就讲甲台湾有关系，就叫做台湾文学，好，那这个定义会通毋过即摆台湾文学界。嘛相定标准呢，你也看马街伊的作品《Franfa Formosa》来自遥远的即个台湾内底全部都讲台湾的但是遐传统的一般的即个中文系出身的台湾文学研究者，煞拢无人甲伊当作是台湾文学的
因拢想讲啊，迄个英语写啊，他会使做台湾文学。你看，这个足奇怪，这个相同标准啊。用英语写的，就算你甲台湾有关系，嘛无要甲你当做台湾文学，对无？啊，伊若用中文写的呢，啊，就算讲吼，你迄是清国的观点，是民者的观点，伊嘛要甲你当做是台湾文学，佮甲你当做是古典文学咧。这就是相同标准啦。这是相同标准啦。所以认真讲呢，那在我的看法正港的台湾文学爱符合两个条件啦。一个就是讲你是台湾人你必须要是台湾人第二，你是用台湾人的母语的语言来书写爱符合这两个条件啦。咱来用这两个条件去甲看，用越南文学、日本文学，甚至中国文学、法国文学，差不多拢是安尼啦。差不多拢是安尼这是另外一回事啦有机会有时间咱再去探讨。咱再去翻转来讲这个马街的这个部分这个马街伊早前呢，伊嘛写真济当然有用英语的伊嘛有这个日记日记尾呢因后生嘛甲翻做台语的这个白话字啦这人嘛有人甲整理呢，针对马街一生呢做成一首歌啦最后的客家最后的客家这是由这个林峰成整理李开元作曲有的人会误会讲这最后的客家是马街写，其实毋是啦是后来的人根据马街的一生甲写做诗了去甲谱做曲变做这个最后的客家这是咧描写着这个马街伊这呢伊这伊就写讲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这就是描写着马街一生就是奉献予台湾伊的某嘛是咱台湾人，在地台湾人像这呢无私的奉献人嘛无想要做啥物总统嘛无要选总统，嘛无要选啥物立法委员人就是为着台湾你看千里迢迢为加拿大来，人搁学咱台湾的语言，搁替咱编字典搁替咱台湾做事工，这会使讲比即卖现处是真侪这政治佬政客比因搁较对台湾贡献啦这嘛是互咱真大一个感慨啦这是有一条歌啦最后的客家好这咱各位若有趣味，恁则家己去 YouTube 听啦过来咱个看伊这嘛真长咱搁小看一下你若看有白话字的呢，咱看白话字若看无的，你着看汉字的部分啦伊讲我伫云雾中看见山岭，对云中倚空观望大地中这拍字这 TIONG 啦这迄个对调去过来波浪大海中遥远的对岸，我意爱伫遮眺望倒数。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这是这个这个客家最后的客家这些时间咱后壁就无念啦各位若趣味嘛当 Google 一下就有过来咱头一个介绍是这个马街当然拄开始呢，传教士的比例占较济但是到后来到咱台湾本地的这个作家嘛愈来愈济啦过来咱来介绍第二位甘威廉牧师伊本身台语嘛真厚伊嘛编一本
《下门音新字典》这本《下门音新字典》呢，后来有改名公报社甲重新出版的时阵呢，有改做甘威廉台语字典有改名这本呢嘛是以台湾以台南的腔口为准当然早期上头也叫下门音，为啥来叫做下门音呢？因为上早期100多年前，迄当时呢台湾甲即个厦门来讲的时阵呢就是讲较古早的时阵呢，厦门无论伊的人口还是讲政治经济的即个地位呢，拢比台南较悬啦所以若伫19世纪差不多，拢会用厦门作为咱人话的一个标准但是后来呢，经过安尼100多年来发展呢，到咱台湾呢已经成做白话字，还有台语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真重要一个新的中心所以后来咱这个10几年前呢，教育公报社重新去出版这本的时阵有甲改做甘威廉台语字典这本字典呢，嘛是目前伫教会内就是100多年来呢，伊为1913年出版到今安尼100多年来呢，出版了再说再版上一届拢总有出版10几版嘛是上普及上侪人用的这是甘威廉牧师这个甘威廉牧师呢，伊原底伫威斯加勒这个长老教会来伊来甲咱台湾传教伊呢对着即个蒙人的教育非常的重视啦咱台南上早训古堂，就是即摆台南的客创学校的前身，就是伊创的所以咱台湾即摆客创学校，迄毋是国民党内较有的呢。其实上早的时阵，人遮传教士甘威廉来，人就真注重着遮个目睭无看的遮视障的朋友伊的即个伊的权益所以像以前呢，甘威廉牧师伊嘛写真侪文章，伫遐提倡讲咱毋通看轻目睭无看的人咱嘛要互伊有一寡受教育机会伊就一直咧呼吁遮个工课所以即个训古堂呢，是咱台湾第一个蒙人的教育机构过来呢，甘威廉牧师呢，会使讲是咱台湾学的开基祖啦台湾学嘛毋是咱即摆才开始讲的当然咱即摆包括台乐会台文笔会、台湾南社真侪遮本土社团伫提倡台湾学其实台湾学真早以前就有人咧提倡传教士迄时代，特别是甘威廉牧师，伊就是拢咧提倡台湾学的研究你看伊替咱编台语的字典，过来伊特别是荷兰时期的台湾史这方面的研究，伊嘛有真大的研究你像讲荷兰统治下的台湾，这就是伊写册过来台湾宣教的成功个素描佛摩萨个有即个针对着西拉雅语言伊嘛真重视呢伊嘛有登刻着即个马太福音西拉雅语的马太福音会使讲是真早100年前人就开始投入即个100多年前就投入台湾研究比日本搁较早，比日本遐个学者搁较早所以这咱就爱甲肯定，因写的这资料到即摆伫学术上还佫有真大的参考研究，尤其咱若要研究早期荷兰时期遐历史拢得爱参考着伊的资料共款啦。人这甘牧师你也看，会使讲嘛是一生奉献互咱台湾伊上青春的时期拢伫咱台湾传教人嘛无为着要选总统嘛无为着要选立委人就是无条件奉献互咱台湾这个甘威廉呢，伊含咱台南在地人林金生林金生甲陈大罗的斗相共之下呢，还有编即个就是下门音新字典一般咱是简称做甘字典这为1913年出版到今佫定还佫有伫再版
啊，嘛是咱台湾教会公报社呢第一本家己发行的白话字的字典啊，嘛是咱即个上普遍的吼，上普遍伫使用的啊。咱拄则呢有讲到甘牧师、甘威廉牧师呢，伊真看重着即个目睭无看的人的教育，所以伊嘛写一篇其实写足济啦伊拢不时拢有咧呼吁咱即来拣一篇啦其中呢，伊即个叫做标题叫做青面恶，青面恶目睭无看青面或者讲青眉拢会使这腔口无共青面恶你看甘牧师伊讲呢，顶半年有5个囡仔，逐日受教师。旧年尾，一个学生尿啊破病，倒去牛大湾，无过来。毋过伫遐会做淡薄仔路用，就是去庄呢读圣经、讲道理。也得教一个青面兄弟读册写字，近来有加设一项的法度来利益遮的艰苦人，你看，个因简单捌字是无够业，要紧就是什么工艺，互因通趁食。若无，本地青面人差不多拢总着去做乞食，也是看，也是学看命伊这就描写着过去迄个情形你若青面呢，若毋是做乞食，就是敢学相命去看命安尼尔这是青面青面学伊头前2段啦这嘛共款咱着时间有限我等我。讲几段就好细节呢，各位若有趣味呢，恁会当个去参考咱拄则介绍的迄套白话字文学选集内底遐拢有拢有节录这完整的这个内容这篇呢是看伫对1893年啦1893年青面学伫台南府城教会报咱知台湾府城教会报伊中午换过几若个名啦有时叫做台南府城教会报这是伫即个1893年第100卷第77页这你看在底下过来除了对着即个目睭无看的青面的遮个朋友的即个重视之外呢，伊嘛对着即个白话字的教育真重视你看，像讲甘威廉伊嘛有一篇伊讲论白话字咱这呢有汉罗甲全罗全白话字的对照啦所以咱就来看觅咧伊讲前卷的报有讲咱的汉字甲日本字是无啥物下庄社人的路用反倒教会内得用的外国字真正会做直讲起了迄篇论有古义，咱着将先生的气力甲教会的钱财设一个外国字的新闻报，也有请看报的列位，着讲咱参详一件事像这呢咱即摆看你会发现着讲这白话字内底呢敢若画甲咱这白话字小可有无啥共啦譬如讲呢是即个装写伊才用 ts 但前伊是用 ch 有人讲它会无共早期的白话字是安尼啦
有 CH 甲 TS 无共啊，就早期的时阵是安尼无毋对，但是后来呢，伊就全部拢统一拢用 CH 啊，到底是拢要用 CH 较好，还用 TS 较好呢？哦，这是语言学顶头的问题啦。这是讲你要用什么角度你是要用英文学phonemics 的这个角度呢，还是要用语言学的角度来设计？这是牵涉到英文台语英文的问题啦。早期呢，伊是较徛伫语言学 phonetics 的角度所以 CH 甲 TS 呢，伊甲当做两个文字。毋过呢，那伫英文学的角度来讲呢，伊是共一个英文共一个字的即个音素啦伊只是共一个音素，无共的即个音素变体尔啦所以呢，后来因家己嘛有甲改做拢统一用 CH 啦大概是安尼按以前的差别 ，CH 甲 TS 的差别呢，是根据你后壁的迄个母音，你接的母音是啥物款的母音你若是前的母音，伊就用 CH 若是较后壁的母音呢，伊用 TS 大原则是安尼但是即摆咱就不管啦即摆全部拢用 CH 就好好像这呢，这就是论白话字像即种呢，即个鼓吹爱白话字爱普及教育，即个论述早前足济啦，非常济各位会当参考着咱拄则讲的即个白话字文学选集内底，咱嘛有经诚济篇。所以咱讲早期呢，即个传教士来，虽然伊原底是外国人，毋过伊的心完全拢徛伫咱台湾，伊用的语言嘛是用台语过来，伊这是有意识咧推销的，毋是无意识的，伊是有意识的，所以伊是咧做运动。一方面伊咧做宗教，但是伊嘛是咧做文化启蒙的运动伊是有意识的，所以你会发现讲，伊足侪社论、足侪即个评论，伊是有意识咧推销的，包括这白话字，包括这像生命学，还是讲教育论即个查某人爱有受教育权利等等呢，即个教育啦、文化啦、文字啦等等这因拢会去论述，表示因是有意识的这拢是足早就有19世纪尾就开始这拢19世纪尾就已经开始所以咱爱肯定因遮人那用咱这个角度来讲，因都会使讲是正港的台湾人啦，对无？咱即摆若有机会会当推荐一个国民的证书互因，只要讲遮人拢爱推荐台湾国的国民的证书互因，遐对啦所以因遮人呢所做的遮，咱爱肯定伊这我就甲讲这是第一届台湾文化的启蒙的运动，就是为遮开始，19世纪尾就开始咱过去拢会讲台湾的文化运动、台湾的新闻学，拢是为1920年代以后就受到中国五四运动影响才开始，无影啦。少数的人啦，读汉学册的人，反世就是受因的影响，也是讲极少数、足少数的人去中国留学的遐呢，像讲张五军遐人，因为伊都去中国留学嘛，所以加减会直接对遐人受遐影响有。少数的人有影响 ，OK， 这咱无否认。毋过，若徛伫台湾历史上，伊的主体性来讲的时阵呢，台湾的文化启蒙、台湾的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拢是19世纪尾为咱台语白话字遮就开始像咱即摆拄则介绍较紧，所有的这作品拢是19世纪尾就已经有拢比中国的五四运动1919年搁较早，或者是比台湾文化协会伊伫1921年才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以前咱就拢有所以这是真重要的一个观点这咱就爱注意。无过去呢，就算袂少台派，但是因为过去呢，拢是读到遐中文系所写，用汉字的史观去讲的，拢甲台湾的新闻学、台湾的新文化。为20年代，1920年代才开始算起，迄拢成万啦。
迄种上万啊，其实咱台湾足早就开始所以呢，咱即摆看这是甘伟林伊所讲的论白话字过来除了甘伟林之外，像讲巴克的牧师嘛是巴克的牧师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咱这个报纸白话字的报纸创办报纸上大的功劳就是伊啦，迄个巴克的牧师咱即摆看这相片呢，是伫台南新学院伫台南新学院内底呢伊一个雕像这咱前几年的台湾罗马协会办即个白话字的导览文物的导览的时阵咱带一寡友志去做参观这个巴克的牧师呢伊来咱台湾，伊嘛是斯卡人来来咱台湾呢拢总60冬啦嘛是共款，伊的一生内底伊的青春拢献互咱台湾，伊嘛无要选总统，嘛无要做立法委员，嘛无要做市长呢，但是伊的贡献拢比遮的人较大，拢比遐政治老仔较大伊过身了呢，伊嘛待伫咱台南基督教公墓呢伊落土单定根伫咱台南呢伊过身了呢，伊无讲我着佮甲尸体佮运转的家人无呢，但是你也看桃园大溪遐囥2身过身遐久的人，佮死目毋愿客咱台湾人一冬着爱佮开几千万请保镖甲因顾因迄2个人的尸体这你也看看差偌济就好人一生奉献台湾60冬过身嘛是甲咱遮呢陪伴咱做伙呢，伊就待伫咱台南尔巴克的牧师呢，伊对着推行白话字佮有早前的台湾的教育嘛真大的贡献伊设立咱台湾的第一间的大学，就是台南新学院啦台南新学院是咱台湾第一间的大学过来创设着台湾第一份的报纸就是台湾府城教会报咱即摆会当伫遐介绍讲早前比中国五四运动搁较早，咱就已经培养真侪台语文的作家，真侪这作家有真侪遮好的作品。迄个时阵的平台有迄个刊物通去看，就是巴克牧师的贡献，伊创办台湾府城教会报，一个月一期互大家人有发行投稿的机会嘛会当有一寡读者会友有读物通去读这是非常重要。当然，咱也徛在即摆角度感觉讲即摆这报纸杂志也无啥物稀罕啦伫即摆这个时代看起来是无介稀罕，但是伫100多年前19世纪的时阵呢，迄当时是足稀罕的迄当时足稀罕的迄当时也无啥物媒体报纸的概念拄开始有所以咱台湾呢上早第一份民间家己创办的报纸，就是即份台湾府城教会报过来伊嘛设即个出版社朱振东这嘛是咱台湾上早的即个印刷厂，嘛是上早的册店朱振东伊就伫遮创办这呢通好来印刷印白话字的刊物白话字的报纸安尼才当提倡文化启蒙咱若读因以前遐文章，就会当发现讲，因是有意的、有意识去推动的，毋是无意识的这是做社运动真重要。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因这人是有意识要推动的，所以咱爱甲定位做，这是第一届台湾文化启蒙运动。文化启蒙爱肯定这个人袂使讲因遮传教士，咱就无甲算在。若要即个标准若呢，中华民国时期。遮中国人嘛拢无算对无清国时期遐清国人嘛袂使算对无？是安怎会使相定标准过来伊呢，巴克的牧师呢，伊嘛重新翻译感应即个台语的圣经台语的圣经还有增补补充着即个下英大词典就下英大词典呢，杜家德牧师
伊所编的，啊到巴克勒牧师的时候，因为已经过几啊10档去啊，有较旧啊，所以伊又甲整补，佮啊做一寡补充起嚟，这是即个巴克勒牧师所做的一寡贡献啦，好，这是针对巴克勒牧师的部分像这呢，你看，这个第一份的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这是第一期第一张这呢这嘛是这嘛是伊巴克牧师所写的伊讲台湾府城的教师教师问教会内兄弟姊妹平安愿上帝赏赐恁大家大恩典阮过来这边是因为爱传天国的道理，互人捌上帝来得到救。所传的道理，拢是圣册所教示的像安尼这你看，巴克勒牧师咱嘛是为着来遮传教的，咱是学咱台湾的语言的，毋是讲倒转来逼咱着爱学因的英语，逼咱着爱学因的语言，禁止咱台语无呢，完全无呢。这甲即个外来统治的中国国民党拄无共拄倒并这个真长啦这大家会当家己再个做参考这嘛讲着伊就讲着为什么伊要发行这份报纸呢？伊讲呢，阮望恁众人要出来要出力学遮的白话字，后来阮若印什么册恁拢会晓得看咱毋通拍算，因为伊捌孔子字，所以毋免学即个字，也毋通看轻伊讲是囡仔所读的这个伊真正讲过，因拄要创刊的时阵这是伊创刊书内底所讲的你看伊伫100外当前1885年发行这份报纸的时阵呢，伊就点出迄当时的社会现象啦，就是一般老百姓台湾人足奇怪呢，明明你嘛做事人做田的你也毋捌汉字啦，煞甲汉字铺甲足悬的，感觉讲捌汉字的才有学问，若毋捌汉字的就算你捌即个 ABC 白话字嘛算无学问。伊就感觉台湾人哪遐奇怪，台湾人哪遐奇怪，中毒太深，汉字的毒中伤深啦。认真讲呢，任何的文字符号，只要会当记录咱的语音，迄拢是好的文字对无？会当互咱受教育的文字拢是好的是安怎咱拢甲看轻伊你看100外当前，伊就点出即个现象台湾人迷信着汉字，明明家己嘛毋捌汉字，煞你迷信。拢甲铺甲足悬，看轻家己，你也看，经过100外当呢，台湾有改善无？有限呢，嘛是佫真侪人汉字的毒还佫真深呢，拢叫是干汉字才有字尔，结果逐个人真要做仓颉啦，逐个也拢讲伊做的汉字较对啦，拢讲别人唔对，逐个伫遐相拼相争啦，所以你就一个词，譬如讲佚佗，就足侪种无共的写法来咧。话要安尼写，话要安尼，话佫写无共的，就乱抄抄啦。这认真讲，佚佗，咱就用罗马字白话字甲写咧，佚佗安尼就好咧，拢毋免伫遐争，拢毋免伫遐相拍，讲到啥物人较准，所以就是白话字好处。所以你看人欧洲因就是用即种 ABC 音素文字。有的人讲这叫做拼音文字，其实这毋是拼音啦，拼音迄是一般毋捌语言学的人的讲法。照讲这叫做音素文字啦，因为伊描写的单位是一个音素一个音素在描写，所以这种 ABC 这叫做音素文字啦。欧洲国家因就是用这种音素文字，所以会当真简单的去表达因的语言，所以因的国民文学就来发展起来。所以你看欧洲注重这个。马丁路德，伊用拉丁字就是罗马字呢，去
甲即个拉丁话圣经甲翻译做德文，从此以后德文才开始有书写的基础，书写的标准是安尼来的。无以前古早德国人伊嘛毋知德国话要哪写嘛是因为宗教改革啦，迄个以后呢，马丁路德因用罗马字，就是音素文字甲拉丁文甲翻做即个罗马迄个德语的即个圣经，所以才开始有德语现代德语伊现代化甲标准豆豆做出来。所以咱台语嘛共款啦，咱有即个白话字，咱若继续甲用，伊豆豆就形成咱台湾的现代台语文的即个标准啦。当然较可惜的就是伫台湾呢，因为怎讲即个基督教的人数较少，比例较少过来，因为即个政权是中华民国独尊汉语的政权所以变成就产生真侪对罗马字发展较不利的即个社会条件啦好，咱再来看即个像这圣经呢，这就是巴克的牧师伊所出的即个咱台语的圣经呢，19世纪就有19世纪末期迄个时阵呢，上早是1873年的旧约而且新约新约1873年，过来旧约1884年过来呢，到即个巴克的牧师伊重新翻译嘛是目前咱台湾教会内底呢较普遍伫用的是1933年的即个新旧约的圣经即个人嘛甲号做巴克的圣经，巴克的版巴克的版的即个圣经这呢若为欧洲国民文学的发展的角度来甲看，圣经是足重要的。有人讲当甲教会有关系尔，但是足重要的。对欧洲来讲伊也袂讲你是教会啦袂因为讲你教会就否定着你正做国民文学的重要性，袂呢。顶多人讲迄是天经地义的天经地义的是足正常应该的伊的根底就是为遐来嘛。欧洲的国民文学足侪伊的源头就是甲圣经有关系圣经甲书面化变做标准化，变做标准的文字，现代文字所以像咱拄才讲，德文就是为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开始，所以咱台语文嘛共款像这早照讲，咱若继续用落，迄就是变做台语文的现代标准像这呢创世纪规本拢是用白话字写的但是较可惜就是讲，因为咱台湾信基督教人较少可能无到10%啦个位数的即个趴数尔所以就变无法度足普及。但是伫欧洲，因为足侪人拢是信基督教所以因就变伊个普及过来，咱拄则讲的即个巴克的牧师也是甘威廉、马偕这拢是传教士早前传教士扮演真重要的角色但是到后来呢，豆豆咱台湾在地人嘛，甲这个白话字学起来嘛开始会去传播传迄个就用做这相关的这个推广咱大生要来介绍，就是林茂生教授这个呢，林茂生教授，咱顶届嘛有讲着咱即届呢简单小讲者就好伊呢本身是台南人伫台南出世台南出世伊是第一个去日本留学读大学咱台湾人第一个去日本读大学，佮读有毕业，真正读有毕业的人伊是日本东京大学过来嘛是咱台湾第一个去美国读博士的台湾人伊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育特学的即个博士啦拢是第一个啦伊算是第一个伊的级数呢，若在我看是比中国的欧式啦、鲁迅啦佫较悬啦拢比两个佫较悬啦伊呢博士论文呢，伊的主题是台湾的教育研究，伊是研究日本时代台湾的教育伊捌伫真侪学校啦像讲中英、中学啦、成功大学啦台南大学啦像台拢有教过当中呢成大嘛教足久的教头10档教10通档啦伊呢伫教会公报内底嘛有专栏
伊本身家己嘛写真用白话字写真侪即个相关的即个文章啊，咱等下后壁我来甲看啊。像这呢，遮优秀的即个知识分子会使讲传教士了，台湾人大爬起来，家己台湾本土的即个白话文的提倡者，第一代就出来啊！像林茂生这厉害的啦，伊外文、英文、德文、日文拢会通，而且伊伫清代教册的时阵呢，伊会使讲是话字典啦，德文的话字典啦，若清代迄当时呢，因为清代是1931年设立上头安尼，敢若日本人伫遐教册，伊是第一个咱清代第一个台湾人的教授，就是林茂生啦。伊嘛做过咱清代成功大学图书馆的创馆的馆长，即摆叫做馆长。那古早迄个时阵叫做主任啦，因迄个时代叫主任即摆叫做馆长清代图书馆的馆长，就是伊创办的清关图书馆伊做第一任的馆长为啥迄当时日本人会请林茂生做馆长呢？因为伊学问上饱，伊搁读文科的外文、日文、德文、英文拢会通而且呢，伊的英文、德文会使讲拢足饱的遐日本人都无伊的饱啦日本人是敢日文较好尔，但是德文、英文都无伊的饱，那变德文、英文的问题拢爱甲问呢。伊看的册，东方的册、西方的册嘛是算上济，所以日本人嘛不得不爱选伊来做图书馆的馆长啦是安尼即个咱看觅伊呢，伊的作品呢嘛真侪啦其中呢用白话字写嘛足侪像讲呢，伊1908年去日本留学的时阵呢，伊就有写写日本的消息伊有一个伊的见闻记伊就去日本留学看到啥物代志呢？伊就写投稿转来台南教会报，就是台湾府城教会报啦虽然名称无共，迄是伊因为即个刊物中有改过名啦即个日本消息，这就是伊伫日本留学的时阵呢所写的过来你像讲1910尽忠教死也是讲1911年雪子救人也是讲内地宗教界的禁文也是讲戏出路德改教你看马丁路德改教，这伊嘛甲编做戏出呢也是讲新台湾话陈列馆一个专栏，1933年到1934年有差一冬的时间呢，伊嘛伫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台湾教会公报顶头呢有刊一个专栏新台湾话陈列馆，你讲咱台湾话得爱安怎发展较会好势咱即摆看你看倒手边这路德改教历史系，伊编的戏出啦1925年伊迄当时1925年正式出版这呢咱这来看觅呢像这呢日本消息1908年各位咱个记1908年中国五四运动未也未啦，乌色鲁迅因开始写白话文的未拢也未啦，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才开始有人讲好啦，乌色算你较早写啦，鲁迅嘛较早写啦，拢比林茂生佫较慢咧，拢比林茂生较慢咱来看觅像这呢日本消息咱这放大你看日本消息林茂生的批伊用读者投书等于咱即摆角度读者投书林茂生的批伊写批转来刊伫即个台南教会报伊讲呢，京都的街市宽直破字大厝三连接人业约有即个个18千万十万40万水池换包这看无啥清楚即个层层塔塔
亲目手啊，即个小可字有落擦去吼，看无啥清楚吼。啊，过来青翠的色字啊，啊，让看到亲像真好食哦，一寡食物的款啦吼。像这呢，你啊看，伊就甲遐呢，伊去遐留学，爱所看到日本啊，有啥物啊，啥物代志啊，值得咱思考，互咱反省的呢？有啥物想法，伊拢啊看啊，写批写转来啊，像这样呢，啊，这各位若趣味会当家己再个详细去看哈，啊，这是林茂生伊的这个啊日本的消息啊，过来。咱拄才讲诶，伊伫即个啊新台湾话陈列馆哈，伊个专栏内底哈，啊，伊嘛有一个固定诶专栏，伫遐讲新台湾话，就是讲台湾话接触到即个日语了呢，啊，透过日语嘛吸收一寡新诶事物啦，啊，咱来看哈，伊这伫1933年啊。第584卷啊，第10页甲11页遮吼投书啊，伊写的投书啊吼啊，伊讲诶，顶日啊，潘主笔有对我讲，有看报啊诶人，伫希望爱本报啊，本报啊吼，有看报诶人，伫希望爱本报说一面。来解说现时所得通行的新的台湾话啊，就迄寡为日语吸收起来，变做新的台湾话哈。煞兼注英语、汉字伫迄身边，通互人摕明白迄句话的源头。我想这是真心实的工课，也是真重难的事业啊，真看重哈。因为伊嘛爱注者英语者呢啊，所以呢，其实呢，提倡双语国家也好，双语政策也好哈。其实人即个林茂生迄时代，伊嘛重视着英语的重要性啊。咱重视英语的重要性，并无代表讲咱要放弃咱的母语啊。所以这嘛是伫遮呢，我嘛最近呢，即一两冬呢。咱台语界吼，有袂少人对着双语国家或者双语政策吼，拢惊到要死，拢足惊英语啦吼。认真讲呢，咱嘛伫遮吼，小分帖，互各位免烦恼啦吼。不管你是双语国家还是双语政策吼，英语是咱的朋友，毋是咱的敌人啦。你来看，即个林茂生。伊德文嘛做好，英文嘛做好，伊嘛无放弃日语，无放弃伊的母语台语啊。颠倒伊是用伊遮外语的知识来丰富着伊的母语啊。看咱安怎用尔啦。真拢会想讲这啦推销双语吼，英语若起来会抵死台语，我放心啦，袂啦，因为咱台语本来就无啥物资源啊啦。咱讲较白啦。即摆伫学校也好啦，伫媒体界也好啦，咱台语敢有啥资源，本来就无啊啦。咱即摆伫国校啊，伫国中，平均一礼拜拢甲一节课是台语尔，敢毋是安尼？你伫遐画双语国家也好，双语政策也好，你英语较安怎济，伊也袂抢着台语的节数，咱就一节尔嘛。你就算偌清德起来，伊也毋敢甲迄个仅存的一节甲伊刣掉啦，放心啦。所以英语若要增加节数，得为对体。为中国话去甲摕啦，咱得爱人教小教，英语去摕中国话资源啦。咱的敌人上主要敌人是中国话啦，毋是英语啦。英语是咱的朋友啦，所以咱的资源已经上少啊，无可能搁甲咱摕资源去啊。放心啦，摕袂起啦。颠倒的受影响拢是中国话啦。伊中国话即摆平均国校一礼拜5节课啦，平均国校一礼拜5节课啦。国中呢嘛差不多4节课左右啦，所以呢，英语若要增加课程，要增加时数，爱为对体，为中国话去摕啦，各位毋通想讲
他毋分一寡台语啊，当然咱理想上，若会当分落台语，这是上好诶啊。毋过你甲想，分会着无？真拼诶啦！伫现处时诶体制之下，你来看，咱国家语言发展法都通过啊，但是伊伫12年国教时，国中高中伊嘛会甲你求水啊。本来讲国中高中爱全面爱教，教育部嘛会当甲你求水啊，求到一半去啊，对无？啊，迄甲英语有啥关系？无关系啦，迄是伊心态问题啦。所以咱即摆就是用英语来修理着中国话啦。啊，英语若要增加资源，就是叫去甲中国话摕。这呢，中国人因拢有感受到即个危机啦。敢若咱做台语的有一寡戆戆吼，互遐中国人牵咧行，我著莫讲啥物人啦。你若注意来看，有一寡伫遐带头反对双语国家的呢，拢是在台中国人啦。因从来都毋捌咧替咱台语发声过啦。到即几冬才伫遐利用，叫咱台语家己出来反对英语，讲吼，即个双语国家的英语爬起来，缀死咱台语，无影啦。会影响到的是中国话啦，伊惊中国话的时数、的资源会迄英语抢去啦，所以伊要照刀杀人啦。讲敢若袂输讲你替咱台语界发声，完全无。无你若讲，你若反对双语国家，啊无你著叫人公开讲嘛，啊无吼，咱即个双语你甲定是台英双语嘛，因绝对袂讲诶，因绝对袂甲你台湾的语言甲藏，绝对无啦。所以你看前一站吼，因伫遐联署啊，联署反对双语国家，哦，足紧诶哦，足紧5000人就到去啊哦。各位，恁去甲看，联署诶遐5000几个拢啥？你若知影，大多数拢拿赢较济啦。过去咱台派吼，主张母语啊，若要联署一个讲吼，要母语教育尔，连较连着几百人，结果互你700-800个1000个就足头笑啊啦。但是伊要反对双语国家凊彩就5000人是安怎？因为大多数拢拿啊，因为拿拢知影因有危机感啊，因知影英语起来会修理着中国话啊。但是伊毋敢明讲啊，伊就照用咱台语界叫咱替因动庆子啦。所以咱台语界毋好戆啦，咱替人动庆子啦。结果咱也心无着，结果呢，你若莫推动英语，就是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各位甲想看觅呢？维持现状对谁有利？对中国话有利，对中国人有利啊！维持现状就是继续维持台湾人爱学中国话嘛。伫学校教育中国话，一礼拜5点钟过来，伊升学一定爱考，伊升学必考的呢。过来台湾囡仔若用中国话，伊较容易认出做老爸呢。爸你甲想啦，一个囡仔若学英语，甲一个囡仔学中国话，对一个较容易甲迄个语言当作是个母语。因为中国话伊用汉字，啊个咱囡仔自细汉就咧用华语，用汉字，伊会感觉迄甲会较接面，所以伊甲认同做母语的较简单啦，足简单就甲认同做母语。但是你英语呢，较安怎学吼？你要甲英语学甲做母语的，无几个啦。会甲英语认同做母语的，找无几个，10000个看找有一个无啦。放心啦，你若像讲阮研究所，我喺美国留学的，我伫美国嘛住一段时间啊。我讲的英语出来，人一听嘛知影你外国人英语，对无？啊，我敢会甲英语咧当做是我的母语嘛？无可能啊！所以呢，咱毋免烦恼，咱爱烦恼的是，咱维持现状，就是维持中国话继续伫遐压霸，伫遐欺负咱台湾话啦。所以咱台语界毋好戆推，搁伫遐吼替人伫遐动庆子咱大家甲发惨咧，好啊，英语加强啊，著甲华语吼，本来一礼拜5节，甲拨3节，对无？甚至甲拨4节，你华语甲台语平悬平大嘛，平拢是本国语言，是安怎？你中国话就5节，咱台语就1节尔，咱著甲划落啊，全部拢用英语，你中国话甲台语共款，拢选修就好，你凭啥物做必修？因安尼甲划落，因遐人中国人伊的真面目就跳出来啦，伊就反对啊啦，伊就讲袂使，安尼吼，华语安怎就死去，对啊，所以伊的真面目就走出来啊。所以咱台湾人毋好戆，毋好搁伫遐反对双语，迄个英语毋是咱的敌人啦。
第一颠倒呢，台湾人甲英语学好呢，颠倒是有实质上的帮助的啦。咱要去宣传咱的台语，嘛有好处啊。哦，你著像讲吼，咱伫成大呢，即几年呢，国际学生招生袂歹，咱研究所呢，伫我任来做即个系主任的时阵，咱研究所我有甲招生针对国际学生啊，分一组叫做用英语上课的台湾甲东南亚研究的组别，颠倒安尼吼，招生招较济呢，比以往加3、4倍的学生来认定要来申请入学呢。因为咱策略就是讲，你毋免先会晓台语，你先来读，但是你来读了呢，我会甲你介绍。你若趣味了，你自然就去学台语，爱想要去入捌台湾。咱若袂前袂吼，就甲设定讲，你要先学台语才来读。各位，你甲用大在想就好啊。有几个人外国人会先学台语了，才过来读台文系，对，莫讲外国人啊，台湾囡仔都无几个要学啊，咱甲换倒转来，亲像讲，各位恁想要去越南读册，你先学越南话了，才去越南即个读研究所。请问，即种人会济啊少？想嘛知，一定少数、极少数的人嘛，迄是极少数的人嘛。所以呢，你若是要叫人先学台语也好，还是讲先学华语来，才过来读，一定是少数的人，人数会少。所以咱换者，这是策略，手段甲目的爱分好清楚所以咱手段上呢，好你就先来学。我伫课程顶头，像我研究所，我就双语啊，我就台语甲英语双语啊，用台英双语来上课啊。你会晓台语的，你就听台语；你若袂晓外国的，我紧我先用英语甲你介绍。我就甲你介绍这历史、这文化，台语嘛甲你介绍。通常介绍了，这外国学生一半以上拢对台语都有兴趣，对台语嘛会同情，因就会去大学部，咱佫有开针对外国人学台语的这种课，伊就去修这相关的课，因就甲台语学起来。安尼，天倒咱就佫加一寡外国的一寡会晓台语的条卡。所以你看，这几年来是安怎咱成大才会当做足侪越南文学甲台湾文学之间的翻译，譬如讲，咱甲台语文学的作品翻译变做越南话，甲越南文学翻译做台语，因为咱就这10几年来培训一批会晓台语的越南人。还是讲有一寡会晓越南话的台湾人，咱就这人才伫咱做这国际交流啊。咱就毋免都透过华语才过去做甲人做交流啊。所以咱要有策略啦，所以大家毋好听着讲双语国家就惊到要死。咱就甲划清就好啊，台英双语国家嘛。咱反对的是华语成做国家语言啊。华语迄毋免咱推缩啦。咱有14个人口。无欠咱2300万人啦，华语咱嘛无甲用，伊也袂死啊，咱毋免替伊烦恼这是拄好讲到这呢，先做补充所以你看人，这个林茂生迄当时人英语啦、德语、日文这拢足饱的人嘛无看轻家己的母语呢，毋然安尼呢，人百外同情，伊就咧推缩台英的交流呢，台语甲英语的交流呢，咱过来看。你也看，伊这伫即个报纸顶头，伊嘛有刊呢，英台俗语的对照翻译，各位要看觅呢，即个英语呢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即个英语咱台语叫做啥？各位要看觅呢，过来像讲 ，the more haste the worse speed，这台语叫做啥？咱来看一下标准答案啦，像这呢，你啊看伊就讲这句呢，咱台语叫久笑比无尾啦，你看，人100当前，人林茂生在咧提倡台英的双语啊，双语的交流啊，所以咱毋好真正英语毋是咱的敌人呐，现阶段实际上，咱嘛是爱靠英语国家的帮助啦。讲歹听诶，台湾甲中国若真发生战争，咱要对外国发救人，对无？你要用啥物语言？当然，咱嘛是爱用英语啊，用英语去甲人、甲外国
来来化救人啊，对无？哦，所以英语甲学起来嘛帮助啦，总比咱搁咧用华语较好啦。哦，比咱用华语较好啦。最近呢，有一寡人就伫遐讲到即个中国的华语的用词甲台湾的华语用词无共，就讲咱就用台湾的华语，莫用中国的华语，中国的普通话，譬如讲马铃薯甲土豆，中国甲马铃薯叫做土豆啦，台湾的华语叫做马铃薯啦，就伫遐讲咱就安怎认真讲不管你是马铃薯还是土豆，迄拢中国话啦，既然若要区分，咱也无爱甲区分较特别的，较特地，咱就用台语、用客话、用合法嘛无要紧，用原住民嘛无要紧啊，完全互伊甲中国无共，毋是阁愈好，对无？咱就毋免伫遐干那一即个要防止遮假消息，遮网络的骇客呢，咱若甲改用做台语99%自然就消失啦，伊就无遐简单啦，伊上无爱台语先学好，才过来讲，安尼也是要用中文甲伊战咱战袂赢伊啦。你敢若伫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内底呢，你要甲伊伫遐写，迄解说权咱有14个人口，你要哪拼赢伊？咱才2300万人呢，对无？咱一个要对付偌济个，一个要对付60-70个人呢，对无？人轮流去写。咱若写啥，伊就随咱改过啊，咱写袂赢伊啦。但是咱若是用台语来写，因就写袂赢咱啊。就亲像讲，中国人伊若要去越南做盟军，要学越南话，学甲会当做盟军，遐做假消息，迄嘛真拼的啦。学会好剩无几个啦，所以伊就加足难的啊。伊若要踮台湾动作简单，咱台湾嘛是用中文啊，因就拢看有马上随写所以呢，不管伊是用简体还是用繁体，迄拢是中国字啦。不管伊是用台湾华语还是中国的普通话，迄拢是中国话啦。上好就是用咱台湾话啦。咱个翻头，你来看，像这呢，林无生，人100当前，人就咧提倡台英的交流。过来像讲呢。零交零，风交风，稳固的交动工，这呢，英语要怎讲？像一枝草一点露，英语要怎讲？人迄当时就拢有注意到这的重要性啊。所以咱毋好甲英语当做敌人，英语是咱的朋友目前上听咱的嘛是美国啦，毋好对着遐个那样伫遐什么以美论伫遐。美国人安怎这上含的就是讲笑死人咧。当初时若无美国的援助，美国派船去接收这批难民无讲歹听，这批中国难民早就跳海啦，对无？早就台湾叫就吞海去饲沙鱼对无？当初时伊会当安全走路来台湾，敢毋是美国人甲伊援助的，对无？美国派船甲因接来。了，佮甲美元互伊援助，咱毋只有面粉袋穿的内裤，有遐面粉，有遐资源，结果即摆伫怀疑美国拢是遐个人，这嘛是历史的风气，这嘛是真遗憾的代志啦，过来，咱来看卖，除了即个林无生之外呢，过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蔡培火，蔡培火呢？嘛是真重要的人物之一啦，但是呢，可惜伊一生内底伊的主张拢无实现啦，拢无实现啦，是安怎无实现呢？互咱有啥物启发呢？咱来小讲一下蔡培火呢，伊原底是分林北港的人捌伫咱台南，就是即摆丽人国小、丽人国校伫遐教册嘛捌做过台湾文化协会的即个专务的理事啦，伫台南嘛推设即个白话字，就是台湾文化协会1921年成立了，伊担任即个专务理事，伊算是协会内底较主要有主张爱推设白话字、罗马字的一个重要的人，伊嘛真正实践，像讲
伊上重要著作就是10项关键10项关键这是文化评论的册，1925年真重要的文化评论的册这是因迄当时像这咱即摆看，这是1929年因办即个第一回研究会白话字研究会研习营的即个相片迄当时呢，因有办即个台湾文化协会啦即个台湾文化协会伊的宗旨呢当然其中有一项是讲要普及罗马字啦。第二项是编辑甲发行的罗马字报纸，搁来开设下几学校等等虽然讲伊有明写讲要普及罗马字啦，毋过实际上咱若即摆甲探讨起来效果无够好啦，就是讲敢若蔡培慧一个人会讲少数干部较积极去推广的，大多数迄当时20年代遐台湾文化协会。遐人无重视啦，无重视啦，大多数迄个时代知识分子无重视啦，这嘛是会当互咱诚大诶反省啦，咱若甲越南做比较越南伫1907年，因嘛做一个叫做东京营图东京艺术、东京艺术诶学校，类似台湾文化学校，类似台湾文化协会啦，按。越南呢，1907年办这东京艺术，就是东京，毋是日本迄个所在是记越南的即摆河内河内，因为伊古名叫做东京，伊算较东边的京都啦所以叫做东京。因就是办一个即个类似即个免费的学校啦就是我要推广文化的改革、文化的运动啦所以办即个东京艺术，1907年。伊的性质呢？甲台湾文化淡薄仔类似，越南伊嘛是甲即个推广罗马字列做是重要的工作之一，越南呢，因就真正是甲列做重要，而且大多数的人真正拢有，迄当时知识分子拢有先来讲有认同啦，为啥越南的知识分子会认同，台湾的较无，这是真大的问题啦，嘛，因为安尼差别，所以造成咱越南尾战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咱就罗马字变做官方语言啦，变做国语咱台湾就无差伫对，差伫知识分子的认同啦。台湾的知识分子就是妥协性先悬啦，大多数拢无认同啦，拢死过病的较济啦。拢无就日语就好啦，无就汉文就好啦，若真拢中文就好啦，拢对家己的母语无坚持啦。但是越南无共，因1907年东京艺术了，因知识分子就形成一个主流的共识。越南未来有机会独立建国，就是要用罗马字，罗马变做国语字，变做官方语言，变做一个主流。但是台湾就较无，为啥台湾无？当然，这有几个原因啦，一个是台湾人本身的毛病啦，就是汉字袂输啦，叫是家己是汉人，就爱用汉字啦，汉字袂输啦，所以遐读册人呢，捌几字汉字，感觉足敖的伊会足了不起的伊感觉有汉字才是学问就像咱拄则巴克的牧师讲的你毋通看起呢讲这是囡仔所读的叫是孔子是汉字较是有学问。古早台湾人就是汉字的美术太重，这是第一个。本身咱台湾人来检讨。第二个是统治者、殖民者的问题。法国统治越南的时阵，因为法国伊是用罗马字的国家，伊是主张用罗马字的，所以入去越南了，伊就想办法废止汉字。禁止，豆豆甲伊设限制，当然伊毋是随第一天就随甲你禁的，伊是豆豆甲伊设限制，豆豆互你的汉字愈来愈无路用，然后伊规定现代学校，你若要读学校，你就是爱学两种，一种就是法文，第二种就是越南话，越南话就是用罗马字，袂使去学汉文。法国人就规定你若是要学汉文的，你就去
汉学啊，家己去家教就好啊。但是你伫制度上，伫即个官方的制度全面的教育内底，伊不准搁互你用汉字。啊，伊科技考试伊尾仔嘛甲废掉，无爱互你搁有即个科技考试，所以这是真重要。体制政权的支持啦，啊，相对呢，迄当时日本政府呢，伊无禁止即个汉文啦，因为日本伊家己嘛用汉文啦，伊汉文卡那难要用，所以伊对汉文伊无排斥，啊无当今呢，日本占领咱台湾的时阵，伊为着要减少台湾人的即个敌我意识。要降低台湾人的敌我意识，意思讲咱毋是异族统治，咱是共国的，伊就调讲讲，你要看台湾较早电信公直接开垦啊，电信公家族直接开垦，电信公是老母是日本人啊，所以电信公是日本人啊，过来，恁台湾人嘛用汉字，阮日本人嘛用汉字，所以咱嘛是同文同种所以伊就台湾总督府伫迄当时，伊就调讲。办一寡吟诗作对的活动来恁台湾文来来念四书五经，来念唐诗，你着用台语音读，阮用日本音读，安尼要降低台湾人的敌我意识啦。台湾人戆推就真相信所以呢，欠缺着一个有力的政治团体呢，甲即个汉字甲破除掉去。越南有啦，越南拄仔着法国政权，伊来着甲破除。汉字袂输破除，伫体制上，互你汉字无路用，甲你破除，甲科技考试废掉，台湾拄啊好，无啦。台湾迄当时日本政府伊对汉字，伊是要利用汉字，伊嘛毋是真正要推翻汉字啊，伊要利用汉字，所以伊无禁止，颠倒伊无啥要互你用罗马字。迄当时蔡培火要推翻即个罗马字的时阵。日本政府拢甲刁难啊，佮甲骗啊！讲你莫用迄罗马字啦，你若要用用卡那就好啊。阮日本有卡那，你着用卡那去推销你的台语嘛。结果即个蔡培火嘛，戆推，嘛相信呢。所以尾啊呢，蔡培火后来伊嘛有一个时期是用啥？用卡那做的迄个白话字原底伊的白话是罗马字的，尾啊伊嘛发明出一套卡那的台语的书写啦。当然人日本人在骗的啊，无影的实施啊。甲战后嘛，搁用中国国民党骗去。中国国民党嘛讲你莫用迄啦，你用波波猫就好啊啦。所以你也看战后呢，蔡培火嘛，搁出版一个迄个国语闽南语的迄个对照的书典啦，伊就是用波波猫修改变做台湾有包含着台语的一寡音的迄个波波猫就对啊。用迄伊嘛出版一本书典但是敢有效？无效。出版好看尔，有推杀无？人国民党嘛咧甲骗，咧装笑的啦。所以讲蔡培火真可惜，伊一生为着台语文伫拍拼，无毋对，咱来甲肯定。但是伤可惜啦，伤可惜啦配合性伤悬，上头相信日本政府讲用卡那就会使，结果无效。战后相信中国国民党政府讲用波波猫就会使，结果嘛无效，是安尼啊，拢用装笑的啦，拢用装笑的这是有关着蔡培火咱对来个翻头来讲，所以呢，迄当时呢，日本因为伊毋是支持罗马字的政权啦，所以台湾的白话字、罗马字就较无发展的空间啦，就拢一直停留伫教会内底，少数人伫用啦。你若少年人去学校学，就拢学日文嘛。若较早期还佫加学一寡汉文。所以呢，遐知识分子新的知识分子出来，伊罗马字都无学过啊，你要叫伊支持，当然嘛无支持。就亲像即摆你讲要叫民进党也好，叫国民党，叫因来支持台语文，伊当然嘛无支持，对无？你含民进党家己都遐头人都袂晓写咧。尤其即摆若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伊含台语都可能讲袂认得伊免甲你支持。颠倒即摆是足讽刺的，颠倒即摆国民党为着要抢咱台湾老一辈是大人的选票，煞开始当咧讲即个台语咧。颠倒民进党拢讲中国话，
所以这是足风趣的现象啦所以就因为这因素呢，咱伫20世纪初期，迄个时阵，遐知识分子觉醒无够所以迄当时你也看，有的人主张新闻学就用日文就好，有的人主张用中国白话文，有的主张台湾话文，台湾话文内底有的是各分各分做用汉字的台湾话文，或者用罗马字的台湾话文，就安尼啦，力量就分散去这是较可惜啦这个咱拄则有讲到台湾文化协会前几年呢拄好是台湾文化协会是1921年成立所以前几年拄好有真侪社团本土社团办这个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的纪念。当然，咱嘛爱肯定台湾文化协会这个人啦因对着台湾文化运动有贡献，这咱要甲因肯定。毋过呢，咱要知影，因毋是第一个，因嘛毋是第一阶段文化革命运动，这咱嘛爱清楚咱袂使误会误解，当作因是第一批啦。咱若甲因当作第一批，咱就落入中国人的陷阱，拄好中因的计。拄好讲对你看台湾文化协会1921年较成立的阮中国1919年就开始五四运动所以恁变较慢所以恁就是受到阮五四运动影响才开始的拄好中计。所以咱即摆毋好去讲台湾文化协会是台湾的第一届文化革命这咱概括这较早我少年也毋捌做，也袂做深入的这台语，我嘛拢会想讲敢若真正是安尼咱看迄台派写册拢讲台湾文化协会是第一届文化运动，尾我才想无影呢，无影呢。咱若甲台语文，咱拄则讲的，无论传教士还是讲其他的这作家因所做的工作，拢比台湾文化协会较早，拢比中国五四运动嘛较早所以台湾的第一届上早的文化革命运动，其实是在19世纪尾传教士开始的这白话字运动啦。上无咱为1885年开始定，就是台湾府城教会部开始创刊，甲定做新的时代开始。或者是若个要往前提早，咱就为台语的圣经、白话字的圣经开始有1873年遐开始算起嘛是会使这是这个新的观点啦这互各位做一个参考啦咱再来看讲这个蔡培火呢，伊推测这个白话字虽然讲将其尾无成功啦总是伊嘛是有拍拼过啦伊嘛做真侪工过像讲呢，伊有写这个白话字歌伊有写这个白话字歌因为伊要提倡这白话字所以就伊做一寡歌，互人会当透过唱的来传唱过来像这咱台湾这嘛是真有名伊所做的歌咱台湾这蔡培火做，你看伊原底就是用白话文、用白话字所写的咱台湾这呢伊有原曲嘛有这个曲水珍有甲翻唱过音乐恁着家己这嘛恁若有趣味的人呢恁也家己上 YouTube 去看迄个咱台湾咱着念几句啦伊讲台湾台湾咱台湾，海真阔山真悬，大船小船会落关，远来人客讲你水日月潭阿里山，草木不时青跳跳，白灵溪过水田，水牛脚只乌手叫，太平洋上和平川，海真阔山真悬而且就甲咱的台湾这人文地理头拢讲拢做一个重点的一个介绍啦这是咱台湾这个真长的啦伊这详细呢各位再个去去迄个 YouTube 看过来咱来讲伊的这本册10项关键
而且1925年出版，十项关键，规本册拢用白话字台语写的，伊个10项关键是啥物呢？是文化评论的册啦。伊咧针对讲吼，咱台湾文化要安怎才会发展？伊提出伊个10大看法，有10大论点啦，针对10个方面来讨论啦，其中一题呢，伊就讲，呾着紧紧普及罗马字，紧普及罗马字啦，结果差不多100档过啊。咱即嘛是抑个一下话讲，呾着紧紧普及白话字，呾着紧紧普及台语文，嘛是听雷，到肥火车，所以台湾人就无法度咧，戆要死咧，这咱嘛有当时啊嘛真无奈啦，这拢人100档前人就讲过啊，甚至搁较早巴克勒牧师因遐就拢讲过啊，咱再来看觅咧咱嘛是甲节录，因时间有限啦，各有趣味会当去买因的册咱即摆有真侪只白话字相关的册，话有搁有订印，你会当去教会公报社买，有诶然后上网络，咱即个资料库上济就是即个文学馆台湾文学馆伊遐收上济啦过来英文教授伊设诶网站内底嘛有一寡相关白话字诶遮诶真珍贵诶遮资料你会当去参考啦咱即摆来看觅咱诶摘录即段话啦这是10项关键内底伫第14页甲15页内底才讲到诶这蔡培慧讲诶，伊讲本岛人拢共有360万人这迄当时100档前才360万人尔无像咱即个2300万人仅才差不多20万人有学问，敢毋是真少吗？这是甚物原因呢？一项是咱家己袂晓看学问档，一项是说法的人无有10分的诚心，还佫一项就是要学学问要学学问的文字言语太艰巨，非常学得学。这100档前讲的话到真有效无？嘛是佫有效。伊就归到底就是3大原因嘛。一个是咱家己袂晓看学文档今仔日咱台语文还无得出头天，当然咱会当怪迄是外来统治者，但是怪来怪去，第一爱怪咱家己台湾人家己都无看中家己爸母、家己阿公阿嬷都对孙仔无要讲台语无要学对无？第一爱检讨咱家己啦，当然外来政权伊嘛有伊做过，但是咱家己爱检讨这第一项这人100档前蔡培迄人就讲过过来第2项是啥？说法的人无有10分的诚心，就是当局统治者无影真正要互咱做嘛。伊就讲日本时代都无影要互咱推销台语文无影要互咱推销白话字拢应付战后国民党时代是毋是共款？各如其惨，对无？头半世纪是用禁止的呢，对无？甲你禁半世纪呢，禁50档呢，到2001年了才开放，互你讲国校一礼拜一节，安尼煞变成德政呢？讲安尼已经做好呢，讲对咱做好呢。各位，中国国民党这中华民国政府因安怎对待咱后盖来安怎对待因啦？因安怎对待咱的本土语，咱就安怎对待中国话啦。大家毋免客气，大家毋免讲咱就毋好安怎放心。伊外来种本来就无权利讲啥物话啦，这就敢袂输各位。即几年咱迄个日月潭，前几年无拢有足侪人拢爱日月潭啥泳渡日月潭的比赛对，我嘛有参加过呢。结果即几年讲个啥？为什么鱼好？为外来种的鱼好，拢假死咱日月潭遐本地品种的鱼呢？鱼好来拢假死咱台湾在地，造成足大的危害呢。结果咱即摆是安县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来个开钱呢，请人去掠遐鱼好呢，遐甲钓起来，遐甲掠起来呢，遐甲网起来呢。你通毋讲咱嘛要注重遐鱼好的性命权，
对无？你著破坏我在地生存权啊！你搁有啥物通去化休的？你原来诶大诶所在，我也无甲你危害到啊！你中国诶本来就是中国啊！你转去中国啊！中国14个人口也袂因为咱台湾人无讲就死去啊啦！凭啥咱著去替故意诶中国话？对无？哦，所以当初是中华民国安怎对待咱就安怎对待因。咱毋免伫遐甲伫遐讲哦，安尼是啥物？哦，安尼就无人权，这甲人权完全无关系。啊，这甲人权完全无关系啦。所以你也看，咱拄则讲有一群人在台中国人伫遐假好说，讲哦替咱台湾本土文化吼，替咱台湾语言呢伫遐化休哦，讲毋好有双语政策啊，英语起来会缀死咱台语哦。各位你敢知影？因遐个人伫烦恼是啥？烦恼缀死着华语呢？啊，遐个人呢，因个一个目的，你个看，因遐即摆拢咧主张啥？讲吼，台湾华语呢已经在地化，已经毋是外来啊，已经是台湾在地品种啊。为啥伊要即种讲法？伊要替华语来合法化啦，要替华语来假死咱台湾话吼，甲认定做无罪，伊嘛是在地啊，伊嘛是本土的啊。各位安有了解无？就敢若袂说咱甲日月潭遐鱼好讲啊，这已经是在地化，鱼好已经在地化，所以伊若假死在地遐鱼啊，拢无要紧。迄寡反对台英双语政策，就是安尼啦。因拢咧替中国的在地化合法化，所以伊若中国的若合法化了呢，伊缀死咱台湾语言无罪啦，因为伊嘛本土的啊。各位，咱千万毋通心软，毋通接受。有人讲哦，啊因着用7、8、10档啊，咱着甲接受啦。各位，咱毋好生软心啊啦。在座，你若回想就较早，中国国民党叫咱着爱读孙文的三民主义，读孙文的啥物国父思想，你也看，孙文内底有讲到无？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请问，孙文要驱除鞑虏的时阵，大清帝国人已经建国几档啊？200档啊呢？大清帝国已经建国200档，你搁咧驱除啥物鞑虏？但是孙文讲驱除鞑虏，国民党敢反对无啊？伊甲认为讲迄是满清是外来政权啊，外来政权啊，迄嘛是外来的一个政权啊。伊著统治你200几档，你著甲共款认定伊是外来政权啊，对无？满清话伊嘛无甲伊承认啊，哦，是安怎咱互伊占领7、8、10档尔，讲咱著爱接受，啊，包括伊的语言，伊的所有的物件拢爱接受，咱毋好软心啦。台湾人拢伤过软心啦，软心到尾，咱就迄种软土深骨，家己的主体性拢无去啊。所以你也看，这蔡培火个时代，伊就讲着啊，说法人无10分的诚心嘛。到即摆嘛共款啊，中华民国敢有10分的诚心？完全无，拢是应付的，完全无。你看教育部做的代志，完全拢无，完全拢应付的尔啦，啊。过来最后吼，伊讲还阁一项，就是要学学问的文字言语太艰巨，非常学得学。文字真困难啊！你看教育部调工的啊，伊叫咱大家拢用汉字书写啊，然后遐你敢知影定迄汉字700用字，遐的人有几个伫写？10个内底9个拢无咧写的，拢无咧写台语的啦。结果遐的人讲因制定台语，叫咱大家遵循，学白来，真正学白来。我是无爱公开讲遐人尔咧，无因听个公开来看辩论，看因会晓台语写无啊？咱甲考试，我讲因家己嘛写袂出来，因为伊迄拢是举手投票的尔咧，迄700字是大家拢不服嘛，尾啊拢是用举手投票的呢，对无？咱来做上简单检定嘛，当初制定700字遐委员拢叫来，咱甲考试，看家己考100分无，对无？所以这教育部拢学白来，调工要叫咱着用汉字写录个缩个无路用的文字，就是要害死台语嘛。要互你台语文愈来愈歹用，所以毋则家长就反对讲啊，你用这火星文，用遐火星文遮简单遮好用的白话字，咱毋用，要用遐两公的汉字安尼也可以为越南的历史来甲看。
越南古早因嘛用汉字去写因的越南的叫做字南，结果尾啊，因嘛感觉迄袂通啊，因独立建国了，因嘛无爱用啊，因就改到罗马字啊，哦，好啊，这是蔡培火当时讲的三大见解，到今还佫有效啊，互各位去思考看卖咧吼。过来时间有限，我后壁快速小讲者啊，吼，尽量留时间互各位来做交流啦吼。过来像这歌位书啊，马街的竞赛，你看人台语嘛足够的，佫会写歌咧，学字歌，劝人就爱来学台语呢。你讲，伊讲阿祖点点伫看册，阿公舅舅伫摸鱼，阿嬷常常伫找粿，啊，迄伊的腔口叫找粿啦，吼，找粿的意思哈。阿爸日日伫跑马，哦，伊这是要互你学迄个白话字的歌啦，吼，迄种真深色啊，对无？马街的竞赛，人嘛是用台语啊，过来啊，像这鼓舞人学字歌啊，过来啊，像讲赖人生牧师啊，伊嘛有啊，安娘目屎也是用骹只上帝可爱修人，这拢规本台语的小说啊，对无？规本的呢，1924年的规本的。中国才拄开始要白话文运动尔，咱就规本的白话小说啦，也是讲郑溪畔牧师像这伊出世线1926年，这嘛是规本的小说这呢，金安出版社拢有甲再版出来各位若趣味咱买转来看过来像讲这个雾峰一心会的一寡会员，甲杨水心这个林献堂的夫人因嘛咧推杀，可惜就是讲拢少数的人。就亲像咱即摆嘛共款啊，你推测白话拢是少数的人这呢要安怎通改善？上主要的政治、政权，迄个政权要有支持啦。像越南安尼，伊爱出现一个法国支持罗马的政权，越南罗马伊才会当往即个才有机会通出头啦。所以台湾现处是呢，伫中华民国即个汉字的政权主宰之下。我听我甲各位保证，台语文无出路啦，伫中华民国之下无出路啦。唯一就是改变这个政权，爱一个支持罗马的政权，才有机会啦。过来像这呢，像这早期呢，真侪文章，像这艾利逊甲电灯，爱迪生啦，这嘛咧介绍咧，爱迪生甲电灯的发明咧，单灵通伊嘛介绍着这呢，所以咱毋通讲科技的物件一定拢是中文，无影啦。咱比中国的较先进啦。就像这飞行机，飞行机嘛介绍飞行机的嘛有真侪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就无法度迄个无法度讲到遐焦头我就留10几分钟，互大家来做交流过来我甲时间交互咱主持人甲咱听众观众看有啥问题要来交流努力，多谢。多谢周教授请周教授先休喘一下大家若有问题会当继续甲咱拍伫迄老话的所在安尼互我会当看着安尼换我来分享我的画面。咱今仔日这个讲座是2023台语文学系列讲座，是咱台文博览会甲高雄文学馆打到台语开讲社同齐合作办的讲座第一季的时阵已经举办过这个丁宏鼎教授甲咱小解歌册文学世界。第二季就是即马邀请到蒋伟文教授，佮有这个陈茂金教授甲咱小解台语文学运动史的活动刷落去后一季大家爱注意若是想要参加，一定爱来报名就是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的讲师团队会伫高雄文学馆举办一个实体的这个活动就是台语文学作品的传读讨论会因为实体的是实体的workshop场所较细所摆名额无真侪所以大家若是想要参加，一定爱斟酌注意咱的
信息啦吼。啊，后一季呢，就是会邀请到林如凯教授吼来甲咱绍介台文作家带写作吼，若是兴趣的友志吼，会当来参加报名参加。咱台文博览会的面册吼，顶头拢有咱台语的讲座的信息，啊，佮有台语文的课程吼。咱有为即个初阶哦到进阶，也是专业的，就是即个写作，也是讲甲咱想要有台语的合作吼，拢会当。就是找到咱台文博览会的面册吼，互咱知影。啊，过来咱逐礼拜吼，逐礼拜拢有一个打到台语开讲会，伫即个开讲会，拢会邀互大家来报名吼，分享家己的兴趣，还是讲家己的生活吼，啊，家是家己对即个咱新闻啊是世事即个看法吼，拢会使来报名。啊，过来就是即个咱逐礼拜暗时吼，差不多有7本册吼，咧读的读册会，吼，若是有想要增加台语能力后，听甲讲，吼，读写吼，拢有，就是会当来报名参加咱的台文的读册会吼，咱拢是读即个台语的小说吼，啊，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吼。过来就是拄则讲到的即个开讲会啊，即个开讲会，报名分享的人，拢大概敢若有3个讲者，毋过会当报名来听的人吼，实在是足侪吼。所摆你嘛是你若是想要来听看人，别人是安怎讲、安怎分享的，吼，拢会当来报名。吼，啊，好，安尼就劳烦大家吼去面册吼，甲咱起赞吼，打到台语开讲社，佮有即个台文博览会，甲咱起赞，安尼你就会当收到咱上新的台语的活动的信息，也是讲咱要甲台文博览会有啥物款的合作，吼，拢欢迎大家。啊，台文博览会顶头嘛是佮有真侪即个。台语也是讲台湾文化的即个小介，啊，拢欢迎大家友志吼来甲咱开讲，来甲咱合作。好，安尼大家毋知问题写了未吼？啊，咱来请问张教授，我遮有看到一寡问题吼，安尼我来请问周教授吼。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吹时，毋过伊无写是啥物时阵，应该是教授即马讲的就是战争啊吼。东吹时，大家对台湾文学的争论是安怎？还有其他问题无？会当有。第二个问题是要安怎准备闽南语教师人次？请问有建议的册会当增加台文能力无？好，还有无？有。教授好，是安怎伫台湾上侪人会晓听讲的语言，煞颠倒是上弱势的？教授较偏向台语文会汉字，也是要提悬罗马字降低汉字的使用。拄则听蔡培慧戆戆风怪，用卡纳，用波波猫，政府无宣传，装笑的提升罗马字，听了我有认同。先到遮。好 ，OK， 来，按照遮这个顺序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哈。第先呢，就是日本时代的即个文学啊，台湾文学的即个语言的即个争议啦哈，啊，就是大概有分3派啦，哈，就1920到30年代，哈，大概有3派哈，一派当然就是日本派，啊，日本派当然大多数就是日本时代大汉的，伊就去学就拢学日文啊。当然，伊感觉用日文上方便啊，
用咱即摆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校教育敢若甲你教中文嘛，所以你自然而然你敢若用中文啊，所以你敢若听讲读写拢用中文啊，中文对你来讲上方便啊。所以咱即摆要主张台语的时阵呢，颠倒台湾人嘛反对啊，因为伊的惯习用中文啊，你搁要叫伊改变习惯，伊就无爱嘛。所以这嘛是统治者伊足刁工的嘛，伊就是无爱互你想办法，无爱互你进入教育体制。所以你看中华民国嘛共款，伊就足毋甘愿的啊，想尽办法拢无爱互本土语文变做正式的。伊尽量伊要动到尾啊呢，袂动是伊嘛是勉强者国中，互恁两个两年、1年、2年会当教一礼拜一节，高中加互你4个学分，伊就变成会当动尽量要甲你动嘛，因为伊若无动的时，等甲逐个人拢惯习讲台语，伊就惊讲安尼后盖真正华语有可能向赶出台湾啦，所以日本时代的时阵嘛共款啊，遐个去学校教育的，伊就受日语的教动，伊就感觉日语较方便啊，就用日语就好啊，所以这一派嘛，通常拢少年较济啦，过来另外一派就是用即个中国话文的。中国话文呢，就是像讲张五军遐个人，伊可能留学过中国，伊就感觉对中国用就好咧，因遮人伊无去考虑着讲，中国白话文迄是中国人的语言啊，台湾人有几个人咧北京话，你就像讲赖和，伊主要母语就台语啊，你要叫用北京话写，伊就写甲讲歹听，就敢若黄春明讲的不伦不类啊，对无？所以日本迄个时阵。台湾人虽然用汉文，毋过学的是台语的汉文啊，毋是北京话汉文啊，所以伊要搁用汉字去写北京话式的迄种白话文，其实嘛是有困难的嘛，伊就会写甲不伦不类嘛。所以恁即摆去读赖和的物件，你会发现讲，伊话的物件读起来是台语较顺，话的物件，搁小可读华语嘛会通，你就足歹到底判断讲，伊到底是台语还是华语，还是其实是南参做伙。这是其中一派啦，过来台湾话文的一派嘛有啦，嘛有台湾话文的，台湾话文内底伊个有分，用汉字来写的，还是用白话字来写的，嘛个有这两大类啦，台湾话文的主张当然就是讲，咱台湾人，咱平时就讲惯习用台语啊，咱用台语来写作啊，当然台语写作要用汉字，还是要用罗马字，就个有无共的。主张啦，其中蔡培慧伊是主张用罗马字上简单啦，你若要用汉字呢，就加较学啦，大概分做这3大类啦，这到尾到1937年太平洋战争以后呢，因为日本对中国发动这个战争所以就开始禁止汉文化啦，禁止汉文化了，就全部拢爱改用日语书写，所以就当然就停去啊，大概是安尼，所以伫即个20年代迄当时的文学运动，其实就差10几冬的时间，就汉文界啦，你啊就台语界咱时间变得较久长咧，为1885年开始开办这台湾府城教育部以后，其实拢陆续拢有出版啦，除了短暂的期间有暂停，剩的头拢继续有啊。所以认真讲呢，咱的迄文章无需遐用汉文，还是用日文写的，其实是真济。只是学术界，即摆台湾文学的学术界遐学者呢，大多数拢无语的青面牛啦，因都看无台语的罗马字啊，看无台语文啊，所以拢当作无存在。因看日本时代的遐文学的话嘛，毋是日文的，伊个是翻译的，日文翻做中文的所以是。这是迄个时代大概的一个语言的这个争论的情形啦过来第二个这个闽南语的师资这我就无啥了解，因为我是做台语的师资的培训，毋是做闽南语的师资的培训啦所以闽南语的师资得问教育部会较清楚我这是做台语的师资台语甲闽南语是无共啦这就是咱台湾人家己嘛要先清楚，毋好偏向家己叫做。闽南人就是讲咱是野蛮人的意思啦，这中国古册苦心伊的说文解字就讲蛮就是野蛮民族的意思所以咱毋通阁叫家己叫做闽南人认真讲啦，咱爱拒绝去参加
即教育部伊办的啥物闽南语的啥物比赛，不管你文学比赛、语言比赛，拢照讲台湾人若弃票甲拒绝，教育部就爱改啊啦。但是台湾人就是拢无弃票啦，拢要去领伊的奖啦，拢要参加伊的比赛啦。所以咱讲歹听，用看衰潲啦。咱用中华民国看衰潲啦，台湾人就无志气啦。台湾人若敢甲拒绝讲你若无改，全部拢罢免，拢拒绝，无爱参加你的啥物竞赛，无爱参加你的啥物奖，伊就改啊啦。但是到今仔看，伊也唱秋啊，明明行政伊就要求讲你来用做台湾台语啊，伊嘛是照常无爱改啊，嘛是搁用闽南语啊，所以台湾人来觉醒啦，这是第二个问题过来，咱台湾台语的族群虽然是多数，咱有占他8成的人口，毋过咱伫政治上是弱势这一方面有两原因啦，一个是咱家己无重视咱家己啦，看轻咱家己啦，咱家己要检讨啦。另外一方面是政治统治界调工的啦，遐统治阶层调工的，就中华民国统治制度一调工要甲咱边缘化，伊要人到小家，要甲台语族群对中华民国上会当甲沿路倒甲取代掉的，就是咱台语，搁咱台语族群，伊调工的啦。中华民国的体制调工，甲咱边缘化。有个人讲，这毋是小英做总统，毋是咱台湾咧做总统，敢若头做总统有啥路用？你内底思想，你内底遐公务人员，都拢毋是台湾人啊。遐所有的公务人员9成以上，拢也是中国思想啊，他有啥物路用？对无？所以你就算讲歹听，今仔若换做我蒋英文去做总统嘛，无法度改啦。伊所有的遐体制拢是中华民国思考嘛，伊就甲拔骹拔手啊，你也改袂掉啦。所以要安怎改善，这就爱个另外这个想政治的方法啦。所以就是讲，因为政治上中华民国伊调工的啦，伊调工甲你人到小家，互你变做咱台语，咱即摆地位是比讲歹听，比越南人较不如呢，比新住民较不如呢。人新住民佫有新住民基金会。人嘛做足久啊，一当拢几啊亿的经费伫互因呢。客家委员会、原住民委员会，咱台语啥货拢无。包括电视台嘛是一直到较2当前才开始有尔。咱比越南较悲惨呢。咱越南的伊若要推广越南话，佫会当去申请新住民的基金，请的钱拢比咱台语较济呢。这是啥？中华民国体制调工的，遐公务人员调工的，所以咱毋好阁相信中华民国即个政权啦，这咱爱觉醒真正，这毋是干换总统就效的啦，爱规个体制改变才有可能啦，最后就是即个废汉字，这嘛是就讲，咱若为汉字文化圈，韩国啦、日本啦、越南啦、中国台湾再来看下，为较宏观的角度来讲呢，你就是到尾一定拢是废汉字啦，你韩国、越南到尾一定废汉字啦。日本呢，伊嘛是汉字限制剩1800字尔啦。你若无限制汉字，或者是废掉汉字呢，咱家己的文化的主体性袂出来啊。这是为汉字文化圈，为安尼规程当来发展的较宏观的角度来甲看，得出来一个结论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做安尼简单的一个回答好，安尼还佫有问题拄则因为题目伤长，所以我着佫切一半真歹势。就是头前的，就是主张较偏向主张废汉字，还是讲降低汉字？尾仔伊佫问讲，伊讲教授的主张主要是为着对抗中国市民，才要降低汉字，敢是？因为在我遮看来，汉字嘛是华语专有，中国语专有啦吼。台语生成嘛是有咧用汉字，有一寡物件确实毋是罗马字通表达感情，情感也意义。这个我补充一个啦这位朋友也是讲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朋友呢，会当参考我的册啦我册内底嘛拢有写真侪简单讲呢，就是讲
咱用越南做例啦吼，伫100多当前吼，真侪西方的遮的语言学家一开始嘛甲越南话当作是汉语的方言啦。你看越南嘛用汉字啊，越南的话吼，伊的语音、伊的语序甲汉语足侪嘛拢做类似的啊。一开始嘛拢当作是汉语系语言，但是呢，即摆呢无人去讲这啊啦，因发现毋对啊，迄是越南话借用汉字尔嘛。其实越南话是南亚语系语言啊。虽然伊有一寡语言甲汉语有关，迄是因为借用汉语的关系尔。所以因即摆完全改做罗马语，拢无问题啊。所以咱台语嘛共款，咱借用汉字了，你即摆若要转改做罗马，完全无问题啊。你看通告书100多当前，伊办的这报纸，全部拢是用罗马字的，哪有啥问题？实质上无问题，只有问题是咱的头壳，咱的价值观、咱的思考、咱的观念无改变，咱拢感觉讲无汉字袂使，无影啦，无影无汉字袂使啦。所以会当参考我写的册啦，你当参考一本迄《喙讲台语手写台文》《喙讲台语手写台文》你Google一下就有，内底就拢有相关的相关的论述以上简单补充那还有其他问题无？目前无啊。安尼，咱今仔日的讲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先到遮。若是你阁有啥物问题会当私信咱这个台文博览会名册的考座。今仔日非常感谢蒋教授，今仔日会当来甲咱小解，互咱明白搁较济咱台湾白话字阁有文学的这个历史多谢大家，多谢教授今仔日的参与，好，多谢。